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清明连假结束了后，小儿科的囡仔患者增加1成到3成，大部分拢是发烧、落瀉甲呼吸道的症头。有家长就是伫咧连假时阵，带小朋友去过垦丁，一转来囡仔就有症头，正惊是去挖到这个新冠病毒，拢带去病院做采检。 囡仔一日看到医生就一直哭，家长嘛真烦恼，因为清明的年假结束，未少病院急诊的人数增加，未少小儿科病患嘛增加真济。要大人年假时带囡仔去过垦丁，转来时囡仔就出现呼吸道的症头，烦恼讲挖到新冠病毒，嘛到病院去采检。礼拜3那个就是他曾经去过垦丁，那妈妈带着小朋友去诊所就诊，妈妈没症状，但小朋友是咳嗽。 像这款来看诊的小病人，高雄市2间病院分别增加1成到3成，其中以发烧、咳嗽、甲落瀉的上济。真侪有龄的家长嘛反映讲，同学内面无爽快案例加未少人。以前可能没有发烧，只有纯粹过敏啊，或一些小不舒服。最近的里面其实很多发烧比较厉害、咳嗽、腹泻厉害的案例多了蛮多。 就烦恼讲，这波年假可能和疫情有变化。小儿科医生嘛承认讲，看到看诊的人数遮济，嘛烦恼，拢问啊真详细，包括接触过什么人，甲去过什么所在。虽然讲这看诊的囡仔大部分拢是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，不过医生嘛提醒讲，若防疫措施要顶真。目前季节转换的时期，嘛要穿好少，照度保护囡仔健康。